其他消息来关心，法务部行政执行署2个分署伫昨昏是进行外界关心的拍卖会。伫花莲分署这部分是进行世界拍卖3间地本温泉套房，验过呢买也是流标。伫树林分署这部分是进行史上上大件纪念币的拍卖会。3000一次，30002次，30003次，恭喜26号以3000拍定。台湾大药金币公司欠纳营业事业所得税定89万外，今年8月无有境停业。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树林分署伫这份查封因1万外件纪念币，伫昨下昼进行史上上大件的纪念币拍卖会。纪念币包括年节贺岁加12新上银币、套币、铜奖100外国家不发行过的纪念币加纪念纸钱。世界卡球赛奥运、冬季奥运世博纪念币种类真多。因那花莲分署昨夜进行伫咧台东地本一线温泉天下大楼的3间温泉套房第4遍拍卖，底价是抬到78万外到105万外，因过现场无人投标。本日为知本温泉套房最后3间的最后一次拍卖，但今天很遗憾的没有人投标，那债权人也没有主张承受，所以本日流标，拍卖程序终结。执行官讲，拍卖程序结束了会多销不动产。以上机关若是有申请重启拍卖程序，以后也是有可能搁再执行拍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